迎收听4月28号的迦南之声，我是思倩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士师记的16章1到22节。士师记16章1到22节，别踩上帝界限。我们今天要来 RPG 的经文呢，在加拉太书的6章7到8节。这里这样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如果我们是顺着情欲撒种，我们就得着从情欲撒种的结果；如果我们是顺着圣灵撒种的，我们就会从圣灵来领受那个上帝所应许赐福的永生。在今天的经文中，参孙这位上帝原来拣选并且分别他成为拿细尔人身份，让他一生开始就领受上帝的赐福和命定的这样一个大力士，来到了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所行的还不如当时以色列人，甚至跟这些外邦人没有什么差别。就在上帝那美好的心意，要让他顺着圣灵来撒种，可是他却是顺着情欲来行。最后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人陷入那情欲，陷入那自己以为看为正的事，但是是上帝看为恶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真的让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讲到参孙，他是一个大力士，在面对到去到一个都是非利士人的城里，在当时这个加萨城啊，就是非利士人5大城之中的一座城市，他就在那个地方用今天白话讲，就是他在那里嫖妓。有人就告诉这加萨人，也就是这些非利士人住在加萨的人说，这参孙来到这里了，他们就想要来埋伏他，要来杀他。结果参孙睡到一半，他起来，他的能力竟然能够将这个城的城门、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就扛在肩上，然后就走，就走回去，走去了希伯伦这个地方。以当时的这地理位置来说，这是一个大概有64到65公里的距离。然而参孙却有这样的能力来扛这些门，然后扛到一个相差几乎是2000公尺海拔的希伯伦。上帝赏赐参孙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恩典。然而我们一再的看到参孙使用他能力的方式，都是这些让人看了觉得好像只有对他有益处，也或许对他没有什么益处，对众人更是没有益处，他都用他的能力在做一些可能对众人甚至对他自己没有益处的事。然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继续就讲到最后的时候，原来那个很有力气能够将门从加萨然后搬到用徒手就搬到希伯伦的参孙，在今天的经文最后竟然是他被拿住，挖了眼睛，然后被人捆绑带回去加萨，在那里的监牢里面推磨，因为他踩了上帝的界限。拿细尔人在原文有2个意思，一个就是分别为圣，一个就是未经修剪。未经修剪指的就是他们的头发是不能够被修剪的，指的是他在这个许愿的整个过程当中，透过这头发的不被修剪来表达他遵守这个约定。
而参孙呢，是上帝所拣选，从一出生开始就没有再剃头，因为他就在上帝的这恩典里面，上帝的祈愿里面长大，要成为一个拿细耳人。然而到今天的经文之前，参孙虽然做了所有违背拿细耳人做的事情，可是有一件事他守住了，就是他没有剃他的头。然而顺从情欲撒种的参孙，他就在情欲当中收这个败坏，踩了那个最后不能踩的界限，使他失去了他原来从上帝领受的能力，也就是在这个他所喜欢的这个女子大利拉身上栽了一个跟斗。大利拉在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他被参孙喜欢上，然而他对参孙的心意却是想要害他。可是参孙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看见他一再因着自己眼目情欲肉体的情欲，甚至可能有今生的骄傲，他就小看了这个大利拉所做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利拉试探他，想要找到他这个能力的来源。参孙感觉好像都是随意回应他，不过一次、两次、三次，就在这当中，大利拉都没有找到他为什么这么有能力。他可能心里也急了，毕竟1100舍客勒银对当时来说是如此大的一个金额，何况是5个城都要给他1100舍客勒银。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利拉对他的想法，然而参孙却不是这个样子，他依然任意行事，按着自己喜欢讲的话做的事，在那里追求自己的满足。可惜到了第4次的时候，大利拉真的问到了，因为他天天烦这个参孙，让参孙呢最后把自己心里的秘密都告诉他，他最后还是将他自己所领受的恩典都献给他自己的情欲。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当大利拉听到这个原因，他真的又再叫人好像做实验一样，让他在睡梦中被剃了头。就在那个剃头之后，参孙真的是如经上所说的，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弃绝上帝对他的心意，弃绝父母对他的管教，弃绝当走的正路，他真的是轻看自己的性命。成为归属上帝的拿细耳人，特别在这个世代，如同士师记，参孙好像就在见证以色列人在外邦人中应该要有的拿细耳人身份，因为他们是分别为圣属上帝的。而今天的我们也是分别为圣属上帝的现代拿细耳人，但我的生命是分别为圣的，还是未经修剪的呢？一样的拿细耳人，却活出2种不同的意思。参孙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好像是一个未经修剪的人，然而上帝是要我们在他的心意当中，在他所为我们画的那个界限上，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好让我们顺从圣灵来收永生。求主帮助我们持续被主来修剪，特别在我们的软弱和缺乏上，让我们透过参孙成为借镜，让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而我们后来也会知道，上帝的能力从来不在他的头发上，而是只是给他一个印证。上帝的能力始终在上帝的手中，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和缺乏上靠主来刚强。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爱我们，保护我们，知道我们的缘故，为我们的生命立下许多的界限，而这些界限是要让我们不顺着情欲来收败坏，而是要顺着圣灵来收永生。主啊，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而不是未经修剪的人。特别在我们的软弱和缺乏上，让我们寻求你的心意，寻求你的保护，寻求你的支持，而非这个世界人所认为的价值观。在主的里面，靠主来刚强。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透过你的话，知道我们当行的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让你顺从圣灵来收永生，有永恒的盼望跟福气追随着你。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